我係 Wolf，迎接2026年新嘅一年。我揀咗福岡，係本國新年。真係發現同網上講嘅一樣，啲店鋪係唔開門噶。好彩博多一番街入邊啲餐廳仲冇開，如果唔係餓死街頭。然後揀到呢間，嗌咗富比烏冬。啊，唔係，呢個先係啱啱個碗係人哋嘅。然後繼續行街，冇開，又係冇開。休息完之後，嚟到博多運河城，佢呢個雜沙幾篤，可以睇一段仔。佢表演到而家，連排牙都未甩，都幾好型。試垃圾 please。屌，唔係我中意嘅試垃圾，好癲，竟然俾佢吸引咗。咁就第二日啦，係朝頭早，今日都係算早起身，因為其實我係轉咗房嘅，即係尋日我返到酒店就收封信啦，跟住就話佢聯絡個櫃台啦，佢就之後同我講話原來廁所塊玻璃呢係爛咗，跟住要求換房，但係佢就可以俾我即係第二日就換，咁所以今日朝早就去咗換咁。唯一一個分別就係多咗枕頭。落雪啦，落雪啦！我屌，我要出去先啦。都係食緊要啲。買太多添。超好食。2000yen嘅粉紅色士多啤梨，嚟天神一定要嚟呢間食野菜卷。雞軟骨還可以，但係豚肉野菜卷超正，麻麻地。鵪鶉蛋都篤，第二轉好彩着咗2條褲，好飽，跟住夾下公仔。
屌。跟住就睇下我今日嘅幸運值啦。仆街高爾夫球，唔爭氣繼續嘅。吓，我係咪發夢啊？咁容易？係第3日，咁就完啦今日。咁趁瞓覺之前呢，就總結下今日啦。咁呢，今日我就去咗啲電器鋪買呢嚿迷你相機。咁平時呢，香港見到都唔係得買嘅，但係日本呢，你會見到就會唔知點解有個魔力就想買。跟住仲有嗰4個開運嘢啦，咁拆咗之後呢，就可能會有啲咩中吉嗰啲嘢咯，可能就講翻今年個運勢咯，應該就係咁啦。咁呢，就係天神嗰度有一個夾公仔鋪頭入邊呢，就夾咗海賊師傅。咁啱有朋友喺福岡，佢哋都係去熊本，順便車埋我，玩埋剩低嗰1日。